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耶穌細個嘅時候，爸爸約瑟同媽媽瑪利亞帶住佢去聖殿獻俾天主。嗰度有一位好老嘅婆婆叫亞納，佢成日喺聖殿祈禱，等緊天主嘅救主嚟到。當佢見到耶穌嘅時候，心入邊好開心，因為佢知道天主嘅承諾實現咗，救主真係嚟咗。而耶穌就喺充滿愛同信德嘅家庭入邊慢慢長大，越嚟越聰明，越嚟越受人喜愛，因為天主一直同佢一齊。小朋友啊，你知唔知點解聖經要講亞納婆婆呢？因為佢教我哋一樣好重要嘅嘢，耐心等候同相信天主。亞納婆婆等咗好耐，但佢冇放棄。佢每日都祈禱做好事，相信天主會守諾言。當佢見到 BB 耶穌嘅時候，佢就知道天主真係愛我哋。耶穌細個唔係一出世就好叻，而係一步一步成長，學習聽話愛人，就好似我哋一樣啊！每日學多一啲好嘢，心入邊多啲愛。小朋友啊，有冇試過等一樣嘢等得好耐？例如等生日、等放學、等聖誕。當我哋等緊嘅時候，會唔會仲願意信任天主，做好事，對人溫柔呢？今日耶穌教我哋，等候唔係浪費時間，而係學習去愛。親愛嘅天父，多謝你送耶穌俾我哋，佢帶嚟愛、希望同光。求你教我哋學識等待，學識信任你，喺每日生活入邊都做一個有愛心嘅小朋友。我哋將一切交託俾你，多謝你一直陪住我哋。阿們。